咱来先个比较。特别是阮感谢你，你收拾阮性命，通过阮的父母，互阮来到这个世间，阮也真捌你对耶稣基督，阮得到你的救恩，阮感谢你。今日这个特别的主日，来给你少年老母的听，阮也少年你通过老母，互阮来听，阮感谢你，你通过阮所分享你的话、你的真理，帮助阮，互阮伫你教会这个老母，阮的信仰的老母引起的怀念，互阮的灵性必须进步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母亲节吼，毋是教会的节日啊。老实讲，母亲节感到真歹准备。我连母亲节讲道的题目，我顶礼拜底想要讲道的题目的时，我嘛想足久的呢。我的囡仔来的时吼，甲我讲过去的代志，伊甲我讲。我要带伊去美国参加台湾人的夏宴会去的是因去念一首歌啦，叫做《我的妈妈真伟大》煮饭洗衫兼煮饭上班兼买菜。我迄个囡仔吼，念互阮听的是念讲，我的妈妈真伟大上班煮饭买兼菜。我拢会记这啦，所以我上头咧想定这个圣经，我上头定个题目叫做“伟大的妈妈”。我来想想，这个题目敢若怪怪，所以我就概括，我想想用圣经的标题上好，所以我用有才德的妇人人，这个，我想想用我这个。咱第一节对第一节甲第九节咱今日是无读，所以我特别摕第一节出来互咱看吼。第一节我有创一个PowerPoint遮吼，利摩伊勒王的老母教示伊的话。对第一节甲第九节是利摩伊勒王的老母教示王的话。这个利摩伊勒王伫圣经内底敢若出现两摆，拢伫箴言31章。所以，这个是啥物人？圣经找无。犹太人的传统是讲，利摩伊勒王就是所罗门王啦。利摩伊勒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 devoted to God， 对上帝敬虔。这有可能是伊的老母家好的一个名。所以，这个名你找无，总是有这个名。这个利摩伊勒王若是所罗门的时候，因讲这个是所罗门啦，可能是因老母开好个。若是所罗门，伊的老母吼，就是甲大卫，迄个伊个大卫的日某叫做别西巴。别西巴的翁乌利亚吼，迄大卫传家己的故事，恁知影吼？就是迄个别西巴，迄个别西巴是所罗门的老母生某。这个箴言31章讲，就是伊的老母就是别西巴教所罗门的9节，头9节是对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一个 quotation mark， 所以迄是伊的老母讲的话无毋对。我咧想，这个真可能是所罗门的老母，因为咱看，我读第2节互恁听吼，伊对伊教示伊的囝的话，头一个教示吼，我的囝，我的亲生的囝。这个第2节是伊咧叫名，第3节就是伊教示的头一个教示吼，第3节。毋通伫妇人人身上用尽你的精力，毁坏君王的路，毋通行。伊吼甲大卫伊互伊的翁互大卫害死了后，大卫带伊入来宫中做。迄个对迄个时代，迄阵开始吼，
台北的家庭出足侪代志，乱种种，囡仔烧台，上尾伊的囝压山梁带兵反叛伊，拢总是对即个代志开始。所以伊甲伊的囝教示的头一项就讲，你甲查某人的关系爱真正做，毋通做遮个代志。你若对即个来看这有可能是拔示巴对所罗门讲的话。总是对第10节到第31节，咱今日所读的，拢有 quotation mark。这到底是啥物人写的，咱毋知。总是这个记笔者为什么是箴言？这是箴言上尾州。为什么上尾州放伫俄罗有在地的负责人？有人是讲圣经学者的当中，有人是讲，这是要互咱看到旧约时代一个家庭的主妇，伊所着爱做的代志。对即几节内容，你看会出来，相当无简单啦。佫一项是讲，写伫遮是要互遐少年人要找某会当用即个做标准来找某，找有在地的有钱人。这是圣经学者讲的。总是咱来想较，今仔伊第10节伊第一句伊就讲。有在地的负责人，啥人找会到？伊的价值大超过珠宝。有在地的负责人真歹找啦。总是咱中间遮个人士我承认即项咱结婚找对象头一项是啥物？咱老实讲，水嘛，即个查某囡仔真苦水，真水，咱就。开始继续拢对水开始感觉水总是31箴言31章的第30节伊讲外表好看的富家，水嘛是空空。这有影，这有影。我伫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好朋友伊读大学的，一摆伊讲一个来故事我听，我会记啊。伊讲因迄班有一个女生，有一个男生一直甲约，伊就无爱插伊，伊就无爱，伊真正无爱。即个人就安尼硬糊啦，糊到即个女生一日足气的讲好，伊从甲即个男生就讲，来，我要甲你坐落来讲话，我要正面甲你讲一寡代志。即个查某囡仔毋知影啥物代志，就约一个时间，两个去见面。见面的时候，毋是干那伊尔，伊佫招一寡因迄班的朋友坐伫边要做证。伊坐落了，甲即个人查甫讲，你是安怎要做无？你甲我讲。即个查甫囡仔无想着讲伊安尼问嘛，伊讲，我著看你古锥水。伊讲袂使，这是地下溪查某囡仔才讲会出来。伊讲袂使，我水我若老爸的是你要安怎？你袂歹理啊？你要安尼你一定爱甲我讲，我水以外的啥物条件，你要甲我约，我才要甲你交往。这查某应袂出来，伊毋捌安尼想的。我娶某大家拢对水开始，这有影。过去咱拢会开条件头壳好啦IQ 悬气质好 ，EQ 好，咱带来会当较侪竞争嘛，较袂歹。丈人丈母若对咱会好嘛，真好条件开足济啦，愈开愈济，因为条件做你开你所想象的迄个女性会有存在啊无？迄是无人知的代志。我研究会在地的负责人叫做 virtuous， 迄个 virtuous 是有在地有一个叫做 virtual 之字咱经过COVID 这个代志礼拜拢总上礼拜拢有做 virtual 虚拟的敬拜。
圣经叫咱着爱找有才德的妇人人，有爱内面的水，毋是外表的水。总是咱所要找的吼，拢是 virtue， 拢是安尼吊伫半空中的，根本就无存在。啊，倒是讲，若准有迄个女性存在的时候，我要甲做嘛，无一定做袂着啦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所以，伫遮吼，伫遮圣经教是咱着爱找是爱有才德的妇人人，毋是外表好看。什么是有才德的妇人人？伫第11节吼，第11节，伊讲伊的丈夫信赖伊，什么拢无欠缺。第12节，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坏，这是迄个有才德的妇人人会当做会到，会互丈夫信任，啊会互丈夫无欠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有才德的妇人人真顾家啦，真顾家。当对13节开始到27节吼。伊讲足侪物件，我无要搁读一遍互恁听，因为阿哥拄仔有读啦。我大概将迄个重点讲下。即个有才德的妇人人，伫即章内底，伊人期待伊做偌济代志。我即摆用真简单的一个就讲互恁听。第13节讲，伊亲手做伊的做衫啦。啊，第14节讲，伊对真远个所在去运美牛来。哦，迄是安怎我毋知。第15节伊讲伊天未光的时，就起来准备食物，互厝内的人啊吩咐将代志分配互所有的女婢。反正伊真 organize， 真有系统咧做代志。啊，第16节伊讲伊开始趁钱。第24节嘛讲伊做衫去卖，啊，佫做腰带去卖，开始趁钱。啊，伊欠钱，钱欠来了，伊买土地，买葡萄园，做葡萄园，所以伊开始趁钱，啊去买土地。第17节讲伊穿衫穿紧笔直吼，出来做工 ，ready to work， 逐日拢穿甲要做工。啊，第18节伊经营家庭的事业，啊，真拍拼，规个暗暝顶拢点光拢无拍我。啊，第19节讲伊毋哪咧，伊佫做纺织，伊毋是做衫尔，伊爱佫织布。啊，第20节真了不起，伊经济双方人，关心艰苦人。啊，21节伊为着家内的人准备高衫。寒的时拢免烦恼。啊，第22节，伊家己做水的毯仔，做水的衫咧穿。啊，23节，因伊遮尔有经营，伊因厝真平顺真好，伊的丈夫伫互人尊敬，伫城门甲长老坐落来讲话。哦，啊，第25节，讲伊看到将来，伊笑眯眯。意思是，伊对将来真有盼望。即个查某人真乐观。啊，第26节讲伊讲智慧的话。啊，第27节伊讲伊真够伫伊管理家内的事，伊无食闲饭。因为这是有才德的妇人人啊，圣经讲遮尔济哦，老实讲，无论啥人要结婚的时，要找对象的时，无可能。开一张即个单讲，你遮拢有咧做的，我才要甲你娶，绝对无即个代志。这有才德的妇人人，毋是会使互咱用条件去讲的。有才德的妇人人是，即个妇人人本身将经营伊的家庭，帮衬伊的丈夫。看做伊的 priority， 伊的优先的条件，伊上要紧是要关心伊的家庭，帮衬伊的丈夫。这是有才德妇人人讲的。啊，咱无可能讲伊一个人24点钟内底
对13节到27节，这逐项拢做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你若较注意个读的时候，这个写的人有一个顺序啦，有一个顺序。第13节开始讲吼，伊爱煮爱洗爱做衫，囡仔细汉的时，伊也爱做遮个代志。啊，囡仔较大汉了，第14节，伊开始去做生意去趁钱，欠钱买土地，啊，做葡萄园。这是渐渐一个 process 吼。伊搁去经营伊个家庭，拄仔我讲伊经营伊个家庭是伊个先决 priority。有人将家庭看作 prison， 这常常听到真侪现代少年诶，拢讲哦，我生囡仔了，拢关我厝诶房顶都拢袂当做。即个在地个有人哪亲像无即款诶问题会管？伊感觉伊对即个家庭。伊上帝交代的，伊欢喜真接受。对伊来看，这是 priority， 毋是 prison。有啦，真侪我知影真侪位啊，因伫厝里内底拢，啊我嘛真体贴啦。以前阮有双生仔的时候，我看会出来，妈妈实在真无闲。啊，我做牧师是假走，囡仔拢规日拢甲伊做伙。我相信真侪老母拢知影咧，啊，真侪老母嘛想讲，我要来做别项代志。我读着一个故事讲吼，有一个19世纪的一个英国牧师，叫做 Gypsy Smith， 这个牧师吼，伊四界去讲道啊，人真尊敬伊，啊，真侪人写批问伊信仰的代志。伊讲伊接到一张批吼，讲一个查某人写一张批落来，甲讲 Smith 牧师。我吼感觉上帝有调我，叫我都爱去替伊传福音去做工，我真有即个负担。总是吼，我有12个囡仔呢，啊，我着要安怎较好？你知影即个 Smith 牧师安怎应无？伊甲伊讲吼，我真感谢你有迄个热情要服侍上帝，啊，想要传道你真好啦。总是我搁较欢喜的是吼。上帝已经互你有一间教会，内底有12个会员吼，你爱好好照顾。英语写讲吼，I am delighted God has given you a congregation of 12。恁的教会有12个啦，你好好啊照顾就好啦。因为伊适当的时阵做适当的代志，这是上帝对咱的要求。无人有法度做遮尔济代志，舒适的代志，总是伫适当的时阵，有需要做的代志，咱来做。啊，第27节，伊讲，依到了你家来时，无食盐饭，不是得无盐啊！要经营一个家庭，实在讲是不是得无盐。啊，若对13节到27节，你安尼甲看。即个妇人啊，真正做遮尔济代志，这可能是因为伊欢喜投入即个家庭，即个日常的生活，做遮个代志已经成做伊的性格的一部分。这毋是马上有法度做的代志，这需要时间。我拄仔讲，对囡仔细汉渐渐安尼来，要做一个有才调的妇人人吼。我是迄，咱台湾有像讲吼，神经线爱卡进来，神经线爱卡进来。啊，有啥物报答？第28节，伊的囝儿困醒起来，就甲伊祝福，伊的丈夫嘛称赞伊。我伫准备即个时候，读到即个吼，伊的囝儿困醒起来。我定定想，这困醒起来是啥物意思？我去找别个圣经的译本，巴克利是写讲伊起来，无落去，甲伊祝福起来。英语是 rise up，rise up 原来会使讲早时啊爬起来是 rise up， 总是这当作困醒起来。我
我无去看别个注解啦，这注解内底嘛找无啦。我咧想哦，我咧想想，伊个囝儿困醒起来，甲伊祝福。你少年的时，毋知捌互骂迄落，常常叫互骂讲，你望天凊静，食米毋知米价，你莫听迄落个。咱少年的时吼，对咱的父母，咱拢有 complain， 拢有啦，大家一定拢有。咱拢毋知影父母偌尔拍拼，因是偌尔苦，为着要请咱。咱真正拢困咧，困醒的时吼，当时困醒的时，你做人的父母的时，你就困醒啊。你就知影讲，父母真正是足拼。迄个时阵，咱知影父母的苦心。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，伊甲我讲一个真趣味的故事。伊讲吼，有一日吼，因囝对丈夫来敲电话来，电话拿起来，甲伊讲：爸，我要甲你回信的啦。然后就讲是啥物代志？用我来讲吼，我细汉的时候，你咧修理车的时候，我拢去遐甲你斗，讲我咧甲你帮忙吼，我去甲你帮忙。我真正是互你足忙的。老表，你是咧讲啥？伊讲吼，早起吼，我伫外口咧修理车的时候，阮囝来甲我帮忙，大遐咧一个个吼，到遮来越帮越忙，换要烦死，要甲看阁袂使看。伊讲吼，我到即马才知影吼，我迄个时阵实在互你足委屈的，所以我要甲你回信的，因为这是就是甲咱讲困醒的事。咱才知影老母老爸牺牲偌尔大，伊的囝儿甲伊祝福，伊的丈夫甲伊学乐，总是伫现实的世界吼，我知影，无拄拄逐个负责人拢会当得到即款的，生着不孝囝，你也无伊法啦。翁若分头师傅咧，其实到毋咧连分头，你嘛无伊法咧。总是吼，我想上帝会纪念即个负责人的所在地方，虽讲拄着迄款的报应，伊还阁欢喜牺牲伫迄个应该尽做老母、做老爸的任务中间，台湾话讲。欢喜做，甘愿受。我想上帝知，人无一定会甲伊去孝敬，人无一定甲报答，上帝知影。我吼最后要用，第29节吼，我要讲29节，伊讲吼，伊的丈夫就讲，有钱人好得用的真多，毋过你上好。这个负责人所做的工，互伊的丈夫，拄啊第12节讲，伊第11节讲，伊的丈夫信赖伊丈夫拢无欠客，伊的丈夫毋若安尼，互伊的丈夫好名声，会当去甲这长老伫城门口伫遐坐，边去边坐，所以伊的丈夫甲伊学了。有钱人好得用的真济，毋过你上好。阮做牧师的吼，足需要即款牧师娘的，足需要即个牧师娘。我讲，我无要讲倒一个牧师，倒一个牧师娘，我毋是咧讲人歹，我看足济。阮有迄个同工吼，足拍拼牧会吼，因某到后壁甲伊斗牧会吼，牧甲规间教会乱称称的是足济呢，足济呢。迄牧师娘哦，甲牧师，哎哟，讲来真正，我到目前为止感谢上帝，我了袂拄着迄个牧师娘。阮迄个吼，伊无伫遮，伊咧办出去咯。阮迄个真正是在地个牧师娘，我实在真感谢。恁毋免甲讲我甲学了，真正这实在代志。哇，阮真正我是毋是干那牧师来听啦？咱逐个拢需要，敢是？咱逐个拢需要。
毋是干若咱需要咱的父亲啊，咱的父亲嘛需要咱的，咱家己嘛都较差不多的。我最后要用，我伫 internet 看到真趣味的英语写的，叫做 Letter from God to Women， 上帝写互查某人的一张批，内底是甲圣经讲的有小可关系哦，趣味，我头前听。这上帝写互查某人的批，伊讲我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哦，我拢用讲的。就上帝讲道光吼，啊，就伊拢用讲的。总是做查某人的时候，我捏一个人形，了后我对伊的鼻孔甲喷气飞入去，啊，伊就活起来。创造你的时候，创造查某人的时候，创造你的时候，我无甲你喷互气入去，因为我惊你的鼻孔挡袂牢。不过我先互迄个查甫人困去，啊，我较有时间通温仔来创造你，啊，互伊困吼，伊较袂在边仔直直参加意见，即项物件啦吼。伊讲吼，我伫伊身躯取一支胸坎的骨，创造你。迄支胸坎的骨是对一排的骨摕出来，迄排骨是伫保护伊的心甲伊的耳。这是我创造你的原因。我爱你保护扶持伊，伊的心是伊的生命的中心，伊的耳互伊有活命。若要攻击心甲耳，大先爱拍断迄排的骨，所以你爱保护伊。毋然呢，胸坎骨，互伊会当徛停停。所以你真要紧，我无用伊的骹骨创造你，伊才袂想讲伊比你较悬一级。我无用头壳骨创造你，我无爱互你想讲你会当一直管辖伊。我用伊的肋骨，互你甲伊徛做伙，甲伊做阵。第38到31节，拄好我有讲，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啊，会得到福乐。这个妇人啊，得到伊的囝的福乐，得到伊的丈夫的福乐。伊的手所做的成果，就甲伊肯定。伊所做的，应该伫公众的面前得到称赞。对今仔日所有的妈妈，阮真正要伫遮甲恁称赞。Happy Mother's Day， 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，你也创造老母，创造老爸。阮知阮做人的爸母有时常常无真责任，要不阮活倒转去看，你赏识阮的爸母，虽讲有缺点，总是因有保守阮、养饲阮、教导阮。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阮伫这个时阵少年阮的爸母的时，阮也想起世界一个所在有战乱、有难民。有爸母丧失因的囝儿，囝儿丧失因的爸母。主，阮恳求你怜悯这人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的时，会亲像这个有才德的妇人人，会关心爽用人，真正艰苦人。愿阮诚做你听的器具，将你的听，甲阮周围人分享。互阮即个教会、即个家庭，会当成做一个听的团体，
利益人，也能力，祈祷奉耶稣，阿门。